亲啊，继续来看这个消息，教育部确定了，高中生唔免到学校早自习做早课。国教署讲，不管是公立或者是私立的学校，拢爱遵守这个规定。 学校公私立的部分这个注意事项是一体适用的那不会因为公私立学校而有所区分。那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不管是检核或者是定期查核的部分呢，也都是公私立学校会一致的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处理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也会透过相关的宣导的部分来就是跟各校去做一些宣导，以及引导他们在校内的一个相关的法规的修正，去做更完善的沟通讲为今年的8月7日开始，全校集合的活动，为每礼拜2天调降为每礼拜上最1天，其他的时间由学生自由规划运用。为着要确实做到教学的正常化，嘛规定学校伫早起第1节课开始进前，以及这个课业辅导，拢袂当甲学生来考试。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